你知唔知道全球最賺錢嘅運動員究竟係邊個呢？嗱，第三名就係美斯，1.4億美元年薪。咁第二名係一個拳擊手，我先唔講佢啦。咁第一名係咩呢？現役嘅運動員。咁你見我着呢件衫都呼之欲出啦。咁梗係我哋嘅 C 朗拿度啦。佢係講緊有3億美元一年嘅收入。咁究竟啲錢係點賺嘅呢？即係譬如你睇翻我哋嘅運動員啦，谷愛凌即係滑雪表演，谷愛凌。咁佢贏一場滑雪比賽嘅獎金，佢有10萬美金。咁但係上年呢，佢連埋嗰啲主要嘅收入就係啲代言人啊、廣告費用，就去到2300萬美金。咁你所以諗下啊，運動員會唔會本身就係其實好少錢嘅、好少人工嘅，然之後賺翻嚟嘅都係嗰啲代言啊、廣告費呢？咁喺好多運動員入邊呢，確實佢嘅收入係呢個結構。咁但係足球運動員呢，真係有少少區別喎。我講緊 C 朗拿度3億美金入邊呢，其實有2.35億美金係真係佢嘅人工嚟嘅。佢嘅代言收入只係佔咗6500萬美金，即係講緊大概收入嘅1/5左右嘅啫。咁而美斯呢，就係各7000萬啦嚇，1.4億美金嘅收入，7000萬係代言，7000萬係人工。咁但係可能你會知道一件事就係，因為沙特阿拉伯好有錢，咁大家都知道 C 朗拿度去咗沙特啦，踢波啦，咁人工暴漲咗幾倍啦，同埋佢以前嘅同袍啊，即係賓斯馬，即係皇馬嘅隊友啦，都係去咗沙特，咁人工都講緊係有成1億美金。咁而佢代言係比較少啲嘅賓斯馬。咁我主要講翻都係 C 朗同埋阿美斯啫。咁但係你以為美斯沙特冇叫過佢過去咩？咁啊梗係有啦。咁但係點解美斯會咁蠢？可能你會問喺經濟學上邊，咁點解沙特出咁高人工，佢要去美國踢波呢？點解唔去沙特呢？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如果我哋解構翻成件事呢，因為而家你講邁阿密邊個係班主呢？係人都識㗎啦，即係超級靚仔碧咸啊！國內碧克漢姆嚇，咁而碧咸係班主，其實碧咸係佔咗邁阿密嘅26%嘅股份嘅。咁當其時其實碧咸行過呢一招㗎啦。當年佢去洛杉磯銀河啦，即係離開咗頂級聯賽之後，去咗洛杉磯銀河，其實已經行咗一個金融嘅方法，令到自己入主嗰間公司或者球會嘅，就係俾股份佢。咁而後尾碧咸自己再創立邁阿密啦。揾咗幾個有錢嘅朋友啦，你知佢大把啦，有錢嘅朋友，然之後就形成咗一個而家喺美國職業聯賽最值錢嘅球會，而佢親自伸手咧同阿美斯傾嘅。咁至於美斯有幾多股份呢？暫時呢我都唔知。咁但係佢哋用嘅方法就係人工係咁多，不過我會俾埋股份你，當你退休之後，我仲俾你喺度教波，喺度發展自己嘅事業。咁其實對於美斯嚟講係一個將來好大嘅願景嚟嘅。呢一刻佢係1.4億美金，但係 C 朗拿度係3億美金，但係可能佢揀嘅嘢係將來佢能夠成為班主或者股東呢件事先係最重要嘅。咁佢哋究竟點樣綁定嘅呢？佢哋玩緊咩經濟遊戲呢？你可以理解為最簡單，如果你喺 Apple 或者 Apple TV，你喺蘋果，你想睇美國職業聯賽，你係要俾月費嘅，要俾會費嘅。佢就同邁阿密綁定咗。咁易啲理解係咩呢？即係你要聽周杰倫，你要俾月費，俾 QQ 音樂，咁你明晒啦。咁所以其實美斯真正嘅收入係唔止表面上呢啲錢，而係仲有一啲綁定啊、直播啊收入，因為佢已經係呢間公司嘅股東啦。初步嚟講咧，呢個生意模式係極度成功嘅，因為點解呢？碧咸同美斯搞咗呢單嘢之後呢，其實邁阿密嗰個 turnover， 即係佢哋嗰個營銷由7000萬美金一年已經暴漲到2.5億美金，所以係講緊升咗幾倍㗎啦。公司嘅估值係已經去到13億美金，即係我講球會呢間公司嘅估值啦。咁所以其實係因為佢哋做咗呢個操作，而令到公司嘅股價值錢咗好多好多㗎啦。咁當然啦，呢個模式如果係成功呢，好多好多其實球會都會仿效㗎啦。其實 C 朗呢都攞咗即係佢球會嘅15%嘅股份嘅。咁但係究竟呢件事會唔會變成之後全部明星都係一啲球會嘅股東呢？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當然你要有足夠嘅名氣啦。嗱，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咁你估下歷史收入最高係邊個啊？現役球員就係頭先我講咗嗰幾個啦。咁但係我哋永遠的神，我哋嘅籃球之神當然就係米高佐敦啦。如果你講歷史收入最高嘅係講緊4億幾5億美金嘅，咁但係究竟佢嘅結構係點嚟嘅呢？你淨係知道一個牌子就得㗎啦，Nike 咯。
嚇，因為當年佐敦同 Nike 簽咗一個永久嘅合約，每年 Nike 嘅銷售賣波鞋其實都要分3% 俾佢，咁你所以諗下係幾誇張嘅一個天文數字。所以喺我嘅心目中呢，雖然我好中意 C 朗嘅為人嚇，C 朗拿度嘅為人，咁但係喺我心目中永遠所有嘢都係 number one 嘅係米高佐敦。